嗱，今時今日咧，打工有打工嘅困難，做生意做老闆又有老闆嘅困難喎。咁啊，今日一則新聞咧就講到喺一間麵包鋪打風嘅時候咧就停業啦，都要扣呢個員工假喎。咁啊，俾人爆咗出嚟，店方就梗係否認㗎啦，即係唔係扣例假，係未俾呢個額外假期日咁啫。嗱，8號風球、9號風球、10號風球，係咩黑雨嗰啲咧，唔使返工啊，必然㗎啦，好多工種都係啊。咁當然有啲特別例外嘅工種啦。咁啊，一般嚟講，餐廳咧就都應該係休息嘅。正常嘅情況下啦，即係好多指引都係話安全嘅情況，留喺安全嘅地方啊嘛。嗱，繼早前呢對 Frame 呢間餐廳嘅員工俾人扣例假嘅時間啦，咁啊，另外一間叫 A 字頭有個數字嘅 bakery 咧，亦都懷疑啫嚇，要求員工用呢個例假代替風假喎。咁呢啲咁敏感嘅時刻係嘛，梗係有員工爆料㗎啦。咁啊，即係都係揾啲傳媒投訴啦，就指今年7月有個颱風韋柏就嚟香港，經過香港嘅時候咧，公司已經係要將例假代替呢個颱風假啦，即係要扣假啦。咁啊，好擔心今次咧華嘉莎亦都有相同嘅安排，所以咧有員工就喺網上聲討。咁啊片面之詞當然啦，人哋睇到咁啊，呢個好多網民都猛烈批評呢間公司啦，係嘛？咁呢個員工咧更加透露公司今日發咗呢個封口令，即係如果有顧客或者有人問起呢個風假嘅問題，應該點樣回應咧？教埋你講添啊！好多謝你關心，我哋唔方便回應啊！呢啲差唔多擋箭牌嚟㗎啦，即係話而家進入咗法律程序，我哋唔方便講啦。根本就同出一轍。咁啊，仲話可以發電郵向公司查詢添。咁呢個麵包鋪嘅好敏感啦，即係要回應翻個傳媒啊嘛。咁話由於惡劣嘅天氣咧，導致部分員工值勤日數不足，即係可能公司有個 guideline嘅，每個月有幾多日翻工咧，先至會有呢啲叫額外假期日嘅。咁凡事兩面睇啦，即係員工嘅話我翻咗工會應該有咁嘅福利啦，個個都放假啦，放風假係咪啊？咁亦都出邊有確實嘅危險，咁唔翻工亦都係一個合理嘅情況嚟嘅。咁而家公司咧，好多公司都係即係生意不景，就諗好多方法㗎啦，即係請 part time 備咗好多嘅員工福利啦，好多嘅唔同嘅要俾錢嘅地方啊，啲 budget cut 得就 cut 啦。咁如果同員工係冇一個共識嘅話咧，即係你簽個勞動合同又冇講啦，即係之前又未試過咁樣嘅，咁冇明言係扣例假，但係咧呢個員工出咗糧之後先至發現到，咁係邊個嘅問題咧？唔知係咪而家咧好多高層咧好怕面對呢個員工啊？咁今次打風咧，公司就冇明言就話例假代風假嘅，但係咧即係有個爆料嘅員工啦，佢就話呢兩次嘅模式都係咁樣，由高層通知店長，再由店長咧 WhatsApp 喺群組嗰度通知，即係打風就放假咁樣。呢樣嘢令我諗起咧，即係有啲公司係咁樣，過年啦，係咪啊？初4開工啦，佢叫你初8開工，咁中間4日咧就扣年假，係咪啊？即係都以往都發生好多呢啲咁樣，經常噶啦，都唔少噶啦。咁明明嗰幾日係你話公司放假啫喎，我冇意向放假喎，其實我可以返工喎，即係初5開工係咪啊？初5、初6、初7、初8，咁你無端端扣咗我4日，咁如果啲公司咧港資嘅刻薄啲嘅，佢1年真係跟勞工法例得7日年假嘅，第1年、第2年係咪啊？咁你一路做耐咗滾存，咁可能有14日啦最多，咁有啲外資公司就可能去到21日年假嘅。咁如果你20幾日年假扣幾日，我就當豪俾你啦，黑埋眼。但係如果我得7日年假，我仲要扣4日，即係我做足1年都係得3日年假，咁佢好似唔係好 fair。呢啲管理層咧就真係，真係唔知點講。通知咗店長，跟住店長咧都係一個齒輪啫嘛，一個 operator。咁跟住再通知翻個員工喺個 group 嗰度，聽日記住唔使翻工啦。咁同事梗係敢怒不敢言啦，即係大家冇出聲，係咪啊？你講咁咪係咯，即係你想同事俾啲咩回應你咧？咁天文台咧，其實喺9月23號晏晝2點20分咧，先發出8號風球嘅。咁我記得當日我都有去一間公司開會嘅，其實12點就散 band。咁係一落到樓，其實大家好多唔同嘅人都係湧去呢個地鐵站、巴士站咁樣趕住翻屋企啦。
嗱，呢間餅鋪咧就真係經典啦，佢就話仍然要求員工賣晒先俾走喎，早收工嘅前提就係要賣晒啲包同蛋糕喎。喂，有乜可能啫？咁啊兩件事冇關係喎，唔應該掛鈎啦，係咪？嗱，最 official 嘅答案就係呢啲我哋唔方便喺度回應。咁啊，其實你聽到呢啲你都係好燥底噶啦，已經即係等於話人哋問你 yes 定 no， 你就話我唔中意搭阿吹咩咁樣，有咩分別啫？一樣啫嘛。啊，你覺得自己好禮貌好得體咩？我又唔覺喎。咁啊，空穴來風啦，揚咗出嚟係嘛？等係有少少即係索引嘅，即係你條引係露咗出嚟噶啦，爭在未點着嘅啫。咁啊，如果你咁着緊員工嘅問題，你要教埋去回應嘅，咁不如你幫佢做埋啦，落嚟出埋佢份糧啦，辦嗱呢啲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想法，只要咧唔會傷害到公司嘅商譽啦，或者係利益嘅情況咧。其實你可以有自己嘅答法噶嘛，我都要跟公司嘅指引咧。啊，唔好意思，好多謝你關心我哋同事，但係關於員工嘅問題，我哋唔方便回應喎，或者查詢你又 email 啊，或者係填表翻我哋寫字樓咁樣喎。但係如果我係員工咧，我覺得即係呢間公司唔係太合適咧，唔做 A 咪做 B 咯，唔做 B 咪做 C 咯。我諗啊，全香港唔係得一間 bakery 㗎嘛。嗱，而家咧就經過媒體嘅發酵，咁啊公司要出嚟解話啦，係嘛？公司就從未因呢個颱風引起暫停營業，或者要求員工以例假或者大假抵消。咁啊呢啲永遠都係羅生門噶啦，各有各說。咁啊管理層都要深思下啦，係咪管理方面出咗咩問題咧？咁啊最好有系統性咁表達啦，係咪個店長表達得唔好啊？嗱，公司咧就話尊重啊，即係自稱員工嘅身份嘅人喺網絡發表意見啦，深表理解同埋重視嘅。咁啊跟進咧就包括同有關部門主管即係做一個即時嘅檢討，將進一步提升內部系統同埋加強前線人員嘅溝通。咁啊可能呢個 top management 未必係咁嘅解說嘅喎，或者係店長扭曲咗咧，係咪加咗呢個人嘅情感上去？或者係擦錯鞋都唔定嘅喎，咁我覺得呢個員工都做得好好嘅，即係分享咗出嚟啦，等多啲人知道啊嘛，係嘛？即係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嘅，亦都等多啲人思考下啦。如果遇到呢啲問題啊，點樣去應對咧？等我哋從中咧都學下嘢，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啊，希望咧企業就做翻個良心僱主啦，即係正常嘅假，咁你暴風球呢啲嘢。打風落雨係不可抗力嘅，都控制唔到嘅。豪一日俾人咯，豪下俾員工，等員工有歸屬感，有咩唔好咧？咁啊睇翻啲回應咧，都未至於一面倒嘅嚇，大家可以深思下呢個問題。如果你係呢間公司嘅員工，你有咩諗法咧？都可以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喎。